还阁特别金舞台，这种故事笑开台，罔听罔笑嘛袂歹。对啦，咱顶礼拜拄好唱甲2个戆囝仔去甲因丈人接受食青口对啊？对啊。大家啊，来，哇！你大家来看戆囝仔哦。啊，就是讲安怎有啥物趣味？毋都爱用唱诶。好，用唱较清楚呢。好，咱唱咱就来唱啊。来，哎呀，无彩好话插牛仔，哪有这款的啊？这个年代，这个上伯啊有量哦。人富贵，不管囝婿是歹也水，听见主人伫咧请座位，迄个2个戆仔。做头，较惨真久毋捌效，烧酒着赶紧啊，该啉的落后，也离换出来。是彼次，亲家寿诞的日子，互恁荣华食百里啊，也大在出着。食到煞烫的，别人客气阁毋知的，大个一车哦，阁贵的拉车，也第4半时哦。他乡里300囝婿是食无体，也怪卡的囝婿点点坐，也看到这款的人。红眼海参第5碗，6碗又出红烧饃，亲家福相真好看，古早这款的做大官，7碗面线滚猪骹，新式的点心无差肉，戆囝婿食甲毋知饱，毋惊食济下喙焦，8碗菜布地鸭，2个烧煎抢鸭骹，真无法度通好教，桌顶看有着该杀。9碗出来蛤蟆汤，庆祝亲家岁寿长，日日发财地满床啊，年年存钱买餐圆。第10盘出狗空，300囝婿叫丈人，一困出到这侪项啊，一碗虾米哪会遐尼芳啊，遐尼芳。
绝是一碗出乌枣，通人先者都袂落，也两个三八的正夭寿，问看也有也是无。古早请家办酒道，14出算来是有够好，戆囝在的祝寿歌，唱到这站准拄好啊，准拄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要听民谣，后礼拜就唔通袂记哩哦。小等下，爱搁听阿雄广告哦。